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以及随行代表团将在未来几天访问中国和东突厥散。访问前，居住在土耳其的东突厥散集中营受害者论坛的律师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联合国相关机制提出申请。此前，全球数百个人权组织发表声明指出，巴切莱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过任何受到中共破坏的相关群体或集中营幸存者。东突厥散集中营遇难者家属和律师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此事提供详细信息，说明对联合国代表团的要求和法律程序。香港第6级行政长官选举周日举行，经严格审查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在出席投票的1428名选委中，以1416票的支持票获胜，当选香港特首。香港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为唯一一名候选人。警界出身的他需取得超过750张有效的支持票才能当选。受到美国制裁的李家超是北京支持的唯一候选人，将接替林郑月娥。在香港经历数年政治动荡和令人疲惫的疫情控制后，李家超出任特首，是这个城市的最高职位首次由安全官员担任。白宫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天整个 G7 承诺禁止或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结果集团周日通过视频举行了今年的第3次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视频的形式参加了会议。至今为止，西方对外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表现得很齐心，但在涉及制裁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方面，步伐远远不得一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日访问了吉普附近的伊尔平市。据该市市长在网络平台上写道，特鲁多来到伊尔平，亲眼目睹了俄罗斯占领者对我们城市造成的所有恐怖与破坏。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当天在没有提前宣布的情况下访问乌克兰。吉尔母亲节当天从斯洛格克进入乌克兰，他与该国第一夫人欧莱娜·泽连斯卡会面。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当地时间8日访问伊朗，并在德黑兰会见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莱西。阿里·哈梅内伊说，应该努力改善伊朗与阿萨德政权之间的关系。伊朗总统伊布拉辛·雷耶斯、耶路撒冷军队革命卫队指挥官伊斯梅尔·卡尼和外交部长赛后因·阿米尔·阿卜杜拉希恩也出席了阿萨德与哈梅内伊的会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雷斯在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呼吁北爱政治领袖采取需要的步骤来重建以一个权力分享的行政部门。爱尔兰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在英国5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历史性的击败已垄断权力数十年的亲英国民主党联盟。